国军演伫头拄啊6点宣布结束，总统批评中国对区域稳定造成风险，也影响全球贸易。台股宏观28963点，创收盘上悬纪录，台积电冲到1550块。新竹苗栗100甲东部 AM 会落雨，明仔载元旦花莲碧南山会先看到肉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国伟大军演，伫头拄啊6点宣布结束。根据咱国防部统计，伫咧一天内底侦测到77台军机、17只军舰、甲8只公务船来乱。总统罗清德表示，这中国军演毋是单一事件，毋但对区域稳定造成风险，也影响全球贸易甲和平。战车赛地路详细计划是咱向美国买 M1A2T 战车，因应用军军演，礼拜执行特别战备操演，来验证新式装备战略发挥。用军除了补给，也透过影片进行新备战。用军东部战区发布上新影片，原来将台湾地图放伫封面，佮指出演练包含远空暗杀等模式，想要搅乱台湾民心。国军也这2日公布 F-16B 监控强机歼16，海军监控强舰等画面来反制，而且一日佮查到77只强机、17只强舰、8只公务船交代，显示咱海空联防真做战略。为将官授阶，总统赖清德31主持将官进任典礼，意思是俄罗国军冷静面对，验证平常时训练成果，针对将军对台军演强调，毋是单一事件，可影响全球和平。中国对台湾军演并非单一事件，近期从日本周边到南海，再到对台进行侵扰行动，对区域的稳定带来高度不确定风险，也影响全球的航运、贸易与和平。就在用军军演的时阵，33阿伯500联手封杀1.25条国防特别条例。不过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韦克尔回复调查，放下无共款的意见，马上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无时间用浪费。好，我们也认同，就说台湾有一些军备的项目，需要大家来检视。那赖清德总统，你来立法院报告1天不就结束了？海马斯啊，或者是这个仿装甲的这种无人机的系统，等等的这些战术系统，这个是有急迫性的，开始展开跟这些在野党的对话。陈冠廷呼吁阿伯爱坐来讨论，不管是国防特别条例，也是总预算当中的国防预算，拢有级别性军购，比如海马士、反增加无人机等，建议研究国防部长或者是军方来报告沟通，和国军应补强战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届军演的范围是搁较逼我台湾，而且伫咧前一日才通知挑工要互咱白虎反应。有专家分析，中国演练封锁台湾，要切断外国的援助，显示威胁可能会搁再升级。中国嘛咧测试日本的态度。火箭弹连续射出，共军连2日对台军演，也调工射出射击画面，恐吓台湾。国军将爱共军陆大区，散布伫南国24海里4公里，显示共军应份区域搁较靠近南国，而且离到公告3早都要实弹射击。外界解读共军是调工压缩南国，有经时间。释放有伫欠明显调头之下，快速完成跨军种协同行动的能力。2022那一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它接近度比较没有那么近，远火的那个打的那一个点呢，离我们的24海里特别的近所以呢，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就会往上提高。灰色地带袭扰、压缩反应时间以及国际力量的拒止，战略纵深不足，特别是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风险。专家分析，共军军演是其敏感点，除了是伫美国批准总额超过110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了后，也是伫日常高市发表的台湾有代志言论了后，恐惊是针对代志美的3重警告。专家也解读这摆军演是威胁事件，除了突袭公告，共军发射2波27粒火箭弹，落弹到伫24海里线4公里，搁较靠近南国测试安全。这个呢，都算是落弹落在离台湾最近的时刻，是他们朝我们的海域做射击。那这个海空域是非常临近24海里的，这个是最要命的。
专家也观察到，强军讲伫东海号演练大控要讲精兵破实科目，是强化反介入区域机制，阻止友邦国家援助台湾。不过，即摆防空宣扬流入台湾东北部的空旁，意思咧切持日本台湾有代志的态度。毒瘤东北角那一块，很显然就是让日本政府考虑说，你要不要介入台湾？一旦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要不要兑现这个承诺？国际高度关注军演，韩国呼吁两方透过对话。菲律宾是强调，各方爱站在避免相关情势，包括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拢发声，反对两方单方面想要透过武力改变现状。澳洲是谴责中国军演破坏区域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军演的是中国海警用越南语对咱台湾海巡呛声。有台语团体表示，这代表中国知影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台语团体是呼吁政府要注重台语的发展，因为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重视武语嘛通抵抗中国渗透。这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我敢正在依法巡逻管控，唔通妨碍我执法公务，为台独分子卖命，只有死路一条。配合军演，中国海警12月29用越南语对咱台湾海巡发声。其实中国已经唔是头一届利用越南语心战，有台语团体指出，这凸显台语甲越南语在发音和腔口的无同，嘛显示中国早就看出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嘛呼吁咱国政府对发展台语甲国安价值要愈对重。中国军演会用因迄边福建话来甲咱发声，就代表这个语言唔是干那沟通的工具。佫较是有可能把感情得用的一个较好的假施，互台语佫较强、佫较丰富、佫较西团的时阵，其实某一个程度嘛是会当抵抗中国的统战甲这个影响。有学者以俄乌战争做例，指出乌克兰语和罗西亚语相换，开战以前家庭使用占一半，开战了后有70%改讲乌克兰语，这也显示语言对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学者强调，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重视武语，如通抵抗中国的渗透。当然做工做嘛是对遐过来，但是咱行过的历史无共款，发展都会无共款。族群也有认同，都会产生咱对这个语言的尊重。我相信安尼来分你甲我是上紧，而且嘛是上有效的。学者嘛提醒讲，台湾在华语为主的社会，受中国媒体、戏剧等等的影响真深，无意中就会接受中国的观念，要统战嘛愈简单。台语团体认为，台语是台湾上有代表性的语言，呼吁政府要对各方面来深化探根，莫干那看到台语的文化价值。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今年上尾一天，台股宏观收跌28,963点，创下历来收盘上悬的纪录。台积电收盘是冲到1550块，市值来到40条。不过，学者就是提醒这传统产业衰退、发展动起平的状况，恐惊会维持到明年。自2020年上尾一天，台股开始宏观日的大表演，大盘开悬走悬，收盘28,963点，起256点，收盘指数和宏观指数两个拢创新高。来看今年台股加权指数对年初23000点左右起跌落来，接落来4月经过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一天就大落2065点，3天大落3906点，创4月初到收盘上低点17391点。接落来伫半导体正强的出口带动之下，一路加油转来，到徛起伫年尾上关点，今年大起5928点。我们可以讲说，今年的台股是非常旺的一年。虽然经过4月的这个关税，但是台湾还是挺过来了，代表我们的科技实力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台积电伫31嘛创天价，收盘1550块，起30块，市值起到40.19条。台积公司嘛伫官网报喜事，公布日内米制定技术已经如期伫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业界进一步预估，上紧伫明年第3季开始会当贡献营收。大盘冲关，股民敢有感觉？根据全体上市公司的总市值，2025年到台票94条3589亿，增加差不多20.46条。若是以11月底台股投资人的开户数1371万人来算，股民平均大个人会当摕到149万。我不相信呢，除非是买那种台积电比较特别的股啊。大家平均起来应该是有差不多这个数字吧，就是有的人投的比较多，有的人就会赚的比较少，就是这样。那在这么高的关税之下，那我们的
那个传统产业他们的出口的状况，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低迷，石化还有那个工具机、机械设备、金属五金这些都是。不过学者嘛提醒讲，虽然半导体出口是真旺，但是嘛袂当无看到传统产业衰弱的影响，厂商都算摕到订单，嘛因为关税、汇率等一堆因素唔敢生产，恐惊会影响一寡产业起嚟，其他产业煞落落来畸形经济状况，而且可能延续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捷运攻击案，社会安全引起关注。今仔中昼，台中有一个负责人要入去台中地方法院，安检酒店讲发现伊牌仔内底有一支菜刀，这个负责人煞唔愿交出来，佮和警察冤家。台中地方法院一名女子欲携带菜刀进入院区，法警于安检时发现杨姓女子侧背包内有菜刀，报警处理。经了解，杨女称是因为朋友欲教其切菜而携带，全案询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台中地院检疫庭裁处。10个警察穿防弹甲，手提盾牌，甲负责人围起来，带回去派出所。这个姓杨的负责人派牌仔，手挂地仔，要入去法院1楼邮局领钱。安检发现伊揸一支刀啊。负责人解释讲，因为朋友要教伊切菜，伊才会揸菜刀出门。目前警方是依照违反社违法，甲伊送办。下暗各地头跨年暗会为案引起关注。台北市今年的警消加民间的人力拢总有3000人。另外，嘛有设置8个1号站，确保跨年活动顺利佮安全。所有参加暗会的人拢爱经过安检。你有别皮带吗？没有。没有。想要入场跨年的民众爱注意，今年拢爱先经过安检，甲金消探测器这关。就是不爱互民众早像是穿刀也是爆炸物件，这危险的物品。我觉得虽然进场比较麻烦，但是会让安全度更好，然后也可以更安心的看表演跟活动。安全最重要啦，我觉得如果以那个事情发生的话。由跨年暗暝北部落雨，台北市管团局讲，为了现场维安的需求，也莫去砸到别人，呼吁民众尽量穿轻便的雨伞，莫砸超过120公分的雨伞。携带短的雨伞，那如果超过120公分的雨伞就不要携带入场。那所以再次呼吁大家都可以穿轻便的雨衣来到跨年晚会的现场。因应1219台北捷运攻击事件了后，台北市举行万人跨年暗会，维安全面升级，现场除了停泊的狗仔，也有大型警备车甲巡逻车，避免闪车烧弄。伫特群人力部分结合警消甲民力，总共3014位。我们也会启动13项的文案措施，包括我们会针对侦报权，还有身份查证、无人机监控、数位科技的征收，特别针对市府以及101周边来进行重点的部署。除了特群人力进驻，台北市府也结合无人机，也佮有周边的监视器，及时监看现场画面，方便来掌握现场的状况，要互民众欢喜来跨年，平安回去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跨年暗会，请到张惠妹回来唱歌。目前市区旅馆的房间拢强要客满。上阵时机表观光夜市是推出消费加倍券，希望今年上尾一天生意强滚。台东海滨公园下年暗会会场，透早有买200个番仔，开始布置场地，准备食材。有够200个人食的香猪肉嘛开始咧烘啊！台东市观光夜市促进会即届推出消费加倍券。开100块就会当消费200块，要来刺激消费，希望今年上尾一天会当冲出好业绩。所有的摊商都会收券，微光市集的部分，他那边今天也是1点开始发放，希望大家一起经济突飞猛进。这届下年暗会邀请天后张惠妹回乡演唱，城袂少民众来台东。3站已经有为马来西亚包回人起来的，其中有7成的都是专工要来听张惠妹唱歌。市区的旅宿嘛，差不多拢客满，还佫有外地民众专工开露营车，停伫会场外口的海边仔，准备要露营下年。受到什么吸引过来的？这边很大的卡司都在这里啊。目前台东市区各个旅宿业、旅馆和民宿的住宿率都达到90%以上，甚至许多饭店是满房的。官府预估，这届下年暗会可能会约207万人左右。警方透早就伫咧路口管制，嘛规划8个停车场，互民众来停车。呼吁大家都要遵守秩序，唔通载危险的物件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嘉南、双北甲宜兰拢发布大水豪特报。
下暗看年暝，新竹、苗栗以北甲东部拢会落雨。若要看元旦的日头光，中南部、金门甲片湖拢有机会。若花莲的碧蓝山，明仔载会上升看到八雾光。大台北透早到乌阴落雨，东北季风带着水汽，天气感受湿凉。气象署提醒看年暝北部、东北部落雨时间会较长，甚至有局部大水雨也是大雨，外出看年收烟火爱准备雨具。另外，新年的第一道日头光，台北7日天文馆指出，花莲的碧蓝山时专台山区上早会当看到日头光的地点，有计是伫6点03分，刷来伫6点28分日出。离岛南树红头山有计6点05分会当看到日头光。本岛平地上早是屏东的高峦片灯塔，看到日头光的时间是伫6点10分。中南部比较平原地区以及金门、澎湖是看到曙光几率相对比较高的地方。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云量都是明显偏多的，要看到曙光的几率相对就比较低一些。自元旦起，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气温会一直降，愈换愈冷。1月初2到初4各地感受寒冷，温度上低的时间点，会是伫初3拜6透早，中部以北低温降到10度，空旷地区搁较低。虽然连度线挖近北部1500公尺的关山，也毋过水汽较不足，敢是会落雪，都要搁观察。受限于水汽比较少，七星山跟大屯山是不是会有一些冰线啊，或者一些雾凇的现象发生？那就不太一定了。气象专家提醒，这是入冬以来上强的一波冷空气，1月初4起会淡薄减弱。接落来又搁有冷空气落南，民众爱做好冻寒冷的准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新闻，云林台19线昨有2个人拿上去互车搞死，警方调监视器发现驶大货车的驾驶救着人，却直接对伊走，涉嫌过失致死罪甲肇事逃逸。不过详细查落去，发现这个货车驶过来正前，2个人就倒伫咧路中央，所以代志头尾要甲伊调查。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内底会当看到30透早5点半左右，迄当阵天也未光，有一个姓林的驾驶驶货车，甲倒伫咧涂骹的受害者交过了后，车速有放慢，不过了后却直接驶离开现场。本署于昨日掌握林姓嫌犯之后，即由本署检察官开立拘票，将该名林姓嫌犯拘提到案。本件林姓嫌犯会涉及刑法过失致死罪及肇事逃逸罪。云林地检署表示，这个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救护车接到报案，赶去元长乡台19线后乌村的路段，发现一个女性的乌托拜骑士倒伫咧外线的车道，另外一个骑铁马的查甫是倒伫咧内线车道，2个人拢已经明显死亡。不过，为附近路口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这2个死者出现的时间差8分钟，事故发生的原因要爱厘清。根据本署调查，该名林姓驾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该两名被害人已经倒卧在地，所以正确的发生碰撞原因仍在后续调查。警方表示，因为事故的现场并无监视器，无法度确认第一时间脚踏车甲乌托拜敢是有相撞。后续会以机车、脚踏车甲现场相关的物证调查。不过，这个驶货车的驾驶因为第一时间离开现场，会以相关的刑责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仁德发生一桩车祸，是路边一只猫仔撞去车路，害乌托拜闪袂赴转离残。因为当地不时都弄动猫犬拍走，里长呼吁大家莫阁乌白饲因物件者。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当时汽机车拢正常咧行，路况袂歹，无疑有一只乌鸟熊对路边撞出来，骑红色机车的人闪袂离，规个人连车摔飞出去，实在有影危险。这桩车祸就发生伫咧29下晡，台南市仁德区文贤路一段，这位骑机车的人当场摔甲真正力。当时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规个过程，真侪里面知影是流浪猫冲出来造成的，拢真怨叹。即马就呼吁看会当这莫饲只流浪的。狗啦、猫啊，真卖饲啊，安尼啊，对种种都有危险性。确实是有啦，确实是有，只是说如果你没管好的话，那是会危险。随后，里长甲画面分享去社区群组，随引起真侪里面来闹话，拜托莫去饲流浪猫啊。但里长讲，因为你来捌有200只无人咧饲的狗仔甲猫仔，后来设立流浪狗优先占地区，数量已经减真侪。伊嘛一直甲民众宣导莫去饲，毋过实际去现场看，有人会当看到有人甲剩的饭菜放伫涂骹。希望说，我们应该可以的话，辐射这样的暂置中心。把每一个角落的地方的游荡动物处理好，可以的话就是
大家避免去弃养。但现行法规上，单纯喂养行为仅能在造成环境脏乱时，依废弃物清理法处理。动保处呼吁，勿在路口或车流密集区喂养，请改以通报与管理方式协助动物，兼顾安全与福利。根据统计，113年全国流浪狗的数量有14万只，平111年减1万多，是对107年开始调查以来，头家数量下降，有寡效果出来。那台南市即阵有设3个流浪狗收容中心，甲2大猫仔的收容所。在地里长强调，虽然即摆流浪动物的数量无较早遮尔济，不过无人希望看到因伫外口世界中造成车祸，呼吁民众用收养带转去饲上介好。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关心明年县市长的选举，民进党提名包括嘉南党主委、彰化陈素月和云林刘建国拢总8位候选人。国民党呢是定台南谢龙介、高雄郭志温、屏东苏清泉、台东吴秀华。若新北的部分敢会拿白合？做伙提名黄国昌的，目前是较未确定。前新为党籍2026县市长候选人批竞选的挂大。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宣布第3波提名名单，国人市定调议长董事委、彰化县云林县定调立委陈素月、刘建国参选。我会把这座城市的样子最美的样子找回来，我会让那些不相信基隆有未来的人再相信一次基隆。彰化县正处在一个加速进步的一个阶段，祝愿希望能够获得所有彰化乡亲的一个支持。民进党就已经提名包含宜兰县林国忠、嘉义市王美惠、台中市何欣纯、苗栗县陈品安、甲新北市苏嘉慧。国民党是定调立委谢龙介、关志温、苏清泉、甲议长吴秀华参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县，并且协商新竹县遴选。原本以为参选立委林书明退出，蒋家春、现任副县长陈建贤甲立委齐欣英来竞争。这个决定不是退缩，也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于任何的压力。而是因为我始终坚信，团结和谐比我个人重要。任何地方只要有2个以上的同党候选人出来竞争的时候，就是协调。真的协调不成的话，才会走向初选。民众党是先锁定宜兰县嘉义市由陈婉慧甲张启凯出马。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到立新北市长的选战。不过，伫国民党即阵也未决定遴选的情况下，新北市也无多确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合作。不过，新竹市有希望正做头一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示范区。他们就是有表态是说是适用现任优先的原则，所以在这部分的话也是非常感谢国民党相对于其他的县市的蓝白的协调，我觉得会是全国应该比较没有悬念的区域。不过，拄好近2礼拜，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未恢复民众党籍，也无讲是不是要寻求连任。2026大选布局，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开始起跑，不过依然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接到报案，讲有人伫咧网络顶悬呛声，讲要暗杀总统。警方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伫咧高雄抓到这个姓郑的查甫人。因为这阵仔受到台北捷运攻击案影响，网络顶悬是有真侪恐吓的言论。警政署表示，到30为止是已经掌握118案，抓到22个嫌犯。无论是讲要暗杀总统，还是爱台湾人造反，全部拢是共一个效果点社群平台闹的话。屏东县警局接到报案，就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伫咧确定嫌犯的身份甲大的所在了后，31就随前往高雄抓人。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保全，今年25岁姓谢。31日在高雄市查获谢姓犯嫌到案，全案侦讯后，依涉嫌刑法恐吓公众罪嫌，移警屏东地检署侦办。我还是要执行具体啊。等一下，你看要请律师还是叫妈妈过来都可以。另外，画面中的大学生因为网络闹话呛声，讲要放火烧加油站，27去互高雄市高山分局移送法办。自从台北发生攻击事件了后，亲像这款伫网络呛声，讲要杀人放火炸机场，甚至伫捷运作乱的代志，敢若高雄都未少惊。31到立法委员质询，要求检警单位要有作为、有效率，当作恐吓信息的传播，提升即时应变的能力。除了在法律跟犯罪还有刑责上的一个处理以外呢，那跨部会我们或许要知道，我们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在这里面完全欠缺跟lost 掉的。那目前有收集到了118件，那已经有查缉的23件，还有22个人。对，那我们每天都会做一个这个管制，而且会通报各县市警察局
要联合来做一个这个查缉。我们这只会调查警方跟调查局来全力来查缉这些的模仿的这些效应。那因为这个民众会恐慌嘛，所以我们是全力的压制。法务部长强调，由各地检署成立的应变小组是专职单位，只要有危害大众安全的人事物，绝对严查严办。呼吁民众网络黑白放掉，不是无代志，要对家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任。记者柯明哲、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抓到一个假做检警的诈骗集团，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诱导，因结合人头的手机、号码箱、金主、地政士、甲看狗仔的，拢总24个人，用假检警的身份来骗老大人，讲要替时代保管资产，骗受害者交出金融卡甲银行的口座。过来咧假做文件去申请贷款，领侥幸钱，成做一个真完整的诈骗产业链。警方讲，目前9位受害者拢是老大人，而且这个诈骗集团一声就骗走8000多万。警察，来熄火！警察早就已经伫咧现场埋伏，锁定诈骗嫌犯的行踪。等到嫌犯准备出门，随家砸落来。来，先下来一下。车内嫌犯调车囝，阁袂赴反应，就互警察随要求落车配合调查。这保险库里面有291.66000。这个嫌犯是假检警诈欺集团成员之一。今年1月到6月，警方伫咧台中桃园抓到人头门号箱，幕后金主大师以及看狗仔拢总18人，继续追查源头，伫咧9月到10月中间锁定集团主嫌。伫高雄阁查到6名的共犯，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先假做检警，骗民众勘涉刑事案件，阁讲要替被害者保管资产，爱受害者交出银行口座，再阁提供资料去伪造文件、申请贷款、领查仔钱，形成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诈欺集团的诈骗手法涉及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用假检警的名义，第二个部分是用假投资的名义。那全案总共有逮捕了24个犯嫌，清查出9名被害人，财损总共有8000余万元。而且警方也讲，9位受害者拢是时代，拢是把厝客交予诈骗集团提起贷款。警察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因为涉案要交付现金做保管，或者提供提款卡。那如果有接到这类电话，一定就是诈骗。警方提醒检警单位，绝对袂讲要替民众保管口座，接到可疑的电话，爱冷静查证，也爱敲165反诈骗专线通报。记者廖选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有民众伫咧网络顶悬买日本产的石器卡，所发现这包装顶悬有搭2张票仔，一张因的保存期限是已经过期10个月啊。民众怀疑业者偷改标示无老实，不过这个业者强调因无改标仔。卫生局目前是已经去稽查。高雄市卫生局人员早起来到海产直播平台业者的仓库进行稽查，因为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家己23伫平台落订单，买这款会当生食的日本石具卡，25去领过转来就摕去冰，等到27摕出来要食，所发现顶悬乃旧2张票啊，旧的迄张的保存期限已经过期10个月，民众质疑是毋是有改票的问题，看到卫生局来稽查，业者也提出 FDA 认证讲，保存期限是到115年的7月，无过期的问题。那一间厂商所提供给我们这一批章鱼脚的 FDA， 那确实有效期限也跟刚刚你看到的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所以那个标签也不是我们篡改的，并不是我们篡改，所以那一张标签全部都是厂商那边FDA 下去做的。业者强调，票仔是供应商出货就打好的，门市会加打1张中文的票仔，不过保存期限都是照供应商迄张规准。不离个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那假是有改票仔的代志，确实会影响到伊的消费意愿。感觉不好啊，无信用啊。安尼你敢拿过来买？安尼我未来买。现场库存4只章鱼脚，无重复贴标情形，业者亦提供该产品进口报单。效期为115年7月7日。卫生局调查，业者是113年进口100公斤的货，拢总抽查5间门市，敢若2间有石具卡，不过无发现有中文票仔打相缘的代志。供应商的部分敢若有日文的票仔，另外当事人有甲商品提供给卫生局，后续会按照食安的相关规定甲权责来做进一步的厘清。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马太阳溪帮山乌白时间甲乌雨较低，
为这个月初开始，专业团队就派重机具8客去哩，200总算到位，准备要学啊。另外，讲豪宅区5个人失踪是一直拢无找到人。官府强调讲，只要家属无放弃，因就会继续找。工程团队的重机具伫个马太湾溪内底驶，沿路关机落差正大，今年靠怪手伫头前开路，其他机具是伫后面对咧驶。结果佫发生山壁崩塌，机具拢呆掉咧。人员都安全，但是机具却有损失了几辆啦，大概3辆挖土机跟1辆那个搬运车。一个礼拜的整备之后大概现在有14个人，挖土机有5辆，然后搬运车1辆到2辆22月26号、27号上去，那终于到达坝顶。这阵把握解决，也靠帮助的专业团队无视了溪，爱随时注意周边的安全。过程中常常拄到山壁崩塌，或者是车受困。28天才总算到坝顶，马上就开始学。那在坝顶已经建立一个安全的作业平台，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那边溢流口能够降洼，让那个原本现在还有28到30万吨的水量的堰塞湖能够回归原来的河道。因为江河大水，到即马还有5个失踪者无找到，官府表示已经部分家属选择暂停开火，或者是家己请人来处理。另外，真济搜救单位已经归建，现场交由消防局工学分队继续进行。本局持续配合家属，针对日前搜救期间所获的相关基证及车辆附近，会同家属进行现场开挖。搜救区域集中于佛祖街以东至光复溪河堤以西。我们县府也是持续的进驻，那明年也是编列灾害准备金，所有大型机具还是持续进驻、持续的搜救，不放弃任何的希望。官府强调，目前是用在海准备金，用海口启用方式调度怪手顶。那家属有需要特别放弃搜救行动，不过也尊重家属的决定，佮继续关怀。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大城有上百位村民和环保团体出面抗议，讲风电业者长咧施工，其中一支风机离砖头干那350公尺尔。居民惊未来这噪音会影响生活，要求停工。不过业者唔接受，强调施工拢合法。民众大声发出不满，要求厂商就要马上停工。这是因为中品风力发电公司当地在中华大城乡大西段179加180地号进行风力发电机的施工，但是当地居民指出，施工地点离生活中心无到500公尺，而且附近拢是农田、冒秧条。居民烦恼风机一踩落去，噪音干扰，唔但影响生活，嘛可能会影响收成。就伫迄边尔，无到200公尺。伊若做以后，伊若大家拢会说叫，迄听讲伊有迄低频噪音嘛，伊若低频噪音落以后，我永远暗时若袂困，你是嘛叫查干嘛袂困。伫遐转去哦，安尼地色啊，头壳拢会倒红呢，向向一影带一个安尼呢。大城乡反风机自救会甲在地民众、环保团体等等560个人站出来抗议。因指出，2023年中品风力发电公司开说明会，答应袂伫生活中心附近采风机。即阵厂商却无照片照行，施工进程嘛无任何通知，质疑厂商违法动工。离阮砖头超过头近去啊啦！哦，你当时你也毋免反评，也毋免啥，你敢若讲决定要做，政府安尼敢袂伤过老汉？迄阵办说明会在地拢反对，啊是安怎？尾啊，拢风车会当拆，是毋是业者有伪造文书这问题？阮嘛有录影嘛，这可能要去厘清啊。面对施工的争议，经济部能源使用文字回应，表示伫今年4月初九有核发业者的许可证，而且业者加强参地方的沟通。业者是讲施工一切合法。也若环保团体指出，这个开发案参地方名义查伤远，已经向相关机关检举，要厘清业者是毋是有不法的行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温州街有一片呆呆的宿舍，是为日本时代留落来的。有兵团指出，呆呆10年来已经拆除温州街这12栋老厝啊，批评呆呆歹带头，破坏文史建筑。兵团也提出5大诉求，要求财政部检讨呆呆校外国有地管理情形。大力台大霸凌文化资产，守护台湾文化起家厝。
民间团体大声发出不满，因为台大在离世甲温州街52项的单记录旧厝拆掉。单记录在生时做过台大教授，嘛是伫遮完成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制定，会使讲是推动文资保存的起家厝，即马说互台大拆掉。民团表示，台大10年来在附近已经拆12栋老厝了，有居民看到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物互拆掉，嘛表示失望。监察院报告都指出来了哈，他10年他只有这个。关于这个文资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呢，10年只开了5次会议，哈，那这是到去年为止，我们很质疑这2次的故居的这个拆除呢，是否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他的委员会的审议。1号跟3号的地方变成停车场，那同时我有发现到台大其实不止在这个地方开始盖宿舍，台大其实在做一个最不好的示范，最坏的示范，告诉台湾人说，其实不用有这一些历史建筑来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台北市文化局在8月时有针对单记录旧厝召开文资会，最后认定这无文资价值交由台大处理。兵团批评台大用无钱管理来下体拆厝，以7成公有地配合3成的私有地来途径，互公有地私有化。因要求政府监督全面检讨台大身为国有土地管理者的实质。自地自建，依照围老条例，它就可以进行都更。可是为什么他不要？他用700多平方公尺的土地，要扩张到1500平方公尺的土地加进来。只要临街的私有地，就可以让私有开发者予取予求，任凭他宰割。台大在这里面没有捍卫他们自己主要资产的一种责任跟权利。民间团体要求台大甲有文化资产价值的单记录旧厝起回来，嘛提出5大诉求，要求财政部检讨台大校外国有地管理的情形，嘛呼吁全面来监督台大百货基金用途，让当地了解文化资产的文书价值，卖互台湾经济商业利益主导社会发展。台大表示，单记录旧厝因为内政能力无达到标准，才来拆掉。未来会整理伊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放到台大人类学的博物馆展藏。记者刘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生活消息：双北市区的公车甲台北捷运为拜6、1月初3开始，要全面开放用 QR code 坐车。只要用手机开电子支付 App 坐车条码功能，就会当感应B1站。扫描位置，上车就可以完成上车刷卡的动作。甲电子支付 App 内面的交通坐车尾，对准感应的所在，就会当顺利扣到钱。明年1月初3开始，伫双北坐公车买当扫码上车落车。公运处提示讲，民众爱先download电子支付的 App。目前公车会当感应的有5间支付业者，伫download了后爱开启坐车尾的功能，确认口座内面还有钱。公车捷运转乘爱用同一间电子支付才有优惠。扫乘车码之后呢，不管是我们的公车验票机会发出这个上车下车的这个声响，那或者是台北捷运也会闸门就是会打开，那这个动作过了之后呢，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刷卡的一个扫码的一个动作。伫刚一天，台北捷运除了电子支付开始运作，信用卡感应坐车，代表厂商嘛开始试办路卡进站的服务，进行为期6个月的上线使用测试。待测试完成后，预计115年7月。在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以及苹果手机绑定信用卡的免解锁黑屏过闸功能，方便度是提升蛮多的啦。因为你像平常自己过来加值，你可能还要排队什么的，蛮方便的啊。可能有时候会忘记带有卡吧。台北捷运提醒讲，旅客照需求来选电子支付 App， 请支持电子支付的口座来扣钱。进站出站爱用同一个支付的口座，若是进站进前口座剩的钱是负担，是无法度进站坐车。马请旅客提前把手机QR code 坐车尾开起来，而且适度调关手机荧幕的光度，来加紧通行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宣布，明年开始，动资馆要转型做运动杯，扩大对象到16岁以上的国民。运动杯1分500块，拍算要分60万分。要运动、看比赛、买装备，拢会使开。鼓励16到22岁国民做运动、看比赛，体育署112年起，每年发每个人500块的青春动资券。不过114年的赌用金额大约是1亿8千万，无达到3亿目标。加上体育署升格运动部，以推展全民运动为目标。运动部宣布，青春动资券对115年起会使行奖做运动币，扩大发放对象是16岁以上的国民。我们不是要去撒钱，
我们是希望透过一点点政策的引导，让更多的人会因为这样小小的一个诱因来多做一些运动。希望更加侪民众参与各类的运动体验。运动部拍算发60万份，每份名额是500块的运动币。99年1月初进前出世的国民，拢用伫115年1月26到2月初8到动资网登记。第2月12抽签，而且拄用范围更加申请开放，添装比赛类别，每人上悬会使拄200块。也若使用期间是对3月7日到12月31。会啊，还是会啊，因为它可以用的地方很多啊，所以还是会想要登记。运动中心的健身房也不错啊，一次50块可以，500块可以玩10次嘛。随机来访问民众，无论是毋是有运动习惯，拢讲有兴趣来登记抽签。运动部也说明，添装备会使买运动衫裤、用品也是器材。也若这厂商爱先登记，正做合作的店家。它应该要是运动用品社以上。如果是某一个文具行，他有在卖那个篮球，那个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处长黄启宏指出，装备拄200块是避免民众集中伫单一的大型厂商消费，也200块是小小诱因增加另外消费，有够产生大约2倍，2亿5千万的经济另外增加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宣布，国中、高中甲国校导师的加级被调悬到4000块，代课导师的算点钟费用会加20%。若校长也是有做行政的老师，逐个月会当增加1000到2000不等的奖金。国校甲国中的导师费一个月3000块，已经13档无调整啊。高中是有8档无调整。教育部31宣布，导师费对3000块提高到4000块。我们都知道，导师是学生最亲近的守护者。我们透过加级调升，让这份辛劳获得应有的回应。提悬老师的待遇、减龄，抑个代课老师的钟点费，全部提升20%。国校对336块提悬到405块，国中对378块增加到455块，高中对420块起到505块。另外，校长甲兼行政的老师，依照学校的规模甲工课的分量，按工作表现评价，增加每个月1000块到2000块不等的行政工作奖金。这些钱拢会对114年9月初1开始算。50班以上的大校校长加2000，主任1500，那未达50班的就是1000，都外加。提悬老师的待遇，教育部嘛讲会来推动行政减量。对着这寡措施，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副理事长陈金城是真乐观。不过希望唔通干那是讲讲的尔。若全教总是认为提悬待遇，大家已经等真久，这薪资应该就要制度化。毕竟目前学校经营真是越来越困难，有些处处也真的不好找。所以如果能够针对这些给他额外的一些费用的支持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提升啊，还有大幅调高学术研究加级、各项职务加级。那其他的一个导师费还有行政的部分，其实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不足啦。全教散讲，导师的职务加级也有真大的进步空间。教师的薪水待遇甲各种的加级，应该爱对不计指数逐年调整。教育部讲会继续来检讨。若这总经费差不多43亿。中央甲地方一边出一半，上近115年元月半出款项。公司新闻林晓辉、沈志明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去轰炸也门分离派南方过渡委员会所掌控的港口，理由讲是要毁掉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送过来武器。在也门政府军即阵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部队就要撤离。若这件冲突咧，也显示也门内战教派势力真复杂，嘛牵连中东的情势。也门的内战对2014年爆发甲打，上开始是敢若2大阵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和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但是就伫南方过渡委员会 STC 成立了后，就分裂做3卡都的局面。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本地介入的目标，拢是为着要拍退什叶派的青年运动，但落尾阁变作是挺无共派系。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阿联是支持 STC。
以成立南也门共和国做目标的 STC 武装势力，第一个首都阿丁攻落来了后，这个月伊阁去攻击也门上好野、经济活动上强的南部的区域，掌控哈达拉木特、马哈拉两个省和正重要的石油设施，嘛引起所有地对因的警告和空袭。30所有地各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也门的安全和稳定做理由，去帮阿联运到穆卡拉港的武器和装甲车。佮讲阿联的作为已经达到红线是真危险，无拜都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措施来应对和消除这个类型的威胁。تثميننا للدور السابق ل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 وجهودها كعضو شارك في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بقيادة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إلا أن دورها أصبح للأسف موجها ضد 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也门政府军要求阿联部队在24点钟内要全部退离，而且宣布进入90天的紧急状态。STC 是表示讲，爱阿联撤军是单方面的，无法律的依据，坚持讲阿联是对抗青年运动的主要优判。这个冲突唔那是表示也门内战，正复杂的教派势力的精简，嘛代表大国在红海、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角力，嘛互所有地和阿联这两个同款是美国联邦和 OPEC 成员国的破湾国家，这多年来私底下政治和经济的竞争，正式铺出来，互大家看到。公司新闻王慧文翻译。南美洲的秘鲁上出名的观光景点马丘比丘发生重大车祸，是2台火车相撞，一个火车司机当场死亡，另外有40多人受伤。这严重火车正面烧融意外发生在秘鲁当地时间30下晡，事发了后，大约20台救护车赶往现场，铁路已经全线停止营运，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En todo caso está en pleno proceso y ya vamos a disponer que vaya la policía especializada para determinar las circunstancias y los graves responsabilidades que habría ocurrido producto de este choque. 火车烧融所在位于安第斯山区的考古遗址科里瓦伊拉奇纳。古语意思是风雪的黄金之地，瓦秘鲁上有名的景点印加古城马丘比丘，两地车程大约90分钟。当地媒体报道，一台对马丘比丘发车的火车，甲另外一台相反向对科里瓦伊拉奇纳发车的火车相撞。事故所在偏远，无直接的路会使通到遐。就已经知影讲死者是其中一台火车的司机。也若伤者内底至少20人，伤势严重，内底也有美国籍的外国游客，也有200人调在当地等待撤离。 Producto de este choque, saber las nacionalidades de los heridos, en qué clínicas van a estar hospitalizados, saber con certeza sus nombres y cualquier otra situación que amerite. 马丘比丘被列做世界新7大奇景之一，这座15世纪的印加文明的遗迹，因为真侪石头的工艺，在全球真有名。1983年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认证了后，一年大约吸引150万人参访，超过半数以上是外国游客。 尽管会使用行到位，不过大部分拢坐火车，这个选择巴士。2011年起，秘鲁政府实施每港游客总量管制，来保护这座的古城遗址，不过过度旅游问题依然存在。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德国一间银行伫咧耶诞假期着贼偷，损失3000万欧元。但到当警报的是，贼仔早就走无影，目前银行是关起来，暂停服务，等咧调查。 一大间银行的客户真生气，不过安怎话嘛无卡抓，银行调查头等咧调查当中。Was ist das für ein Gefühl, wenn man dann hier steht und nicht rein darf? Ein gutes, versteht sich von selber. Die Nacht nicht geschlafen, hier kommt keine Info. Das ist deprimierend, das ist auch schon höchst verdächtig, dass die einfach nicht, dass einfach nichts funktioniert hat. Weder eine Kamera noch sehr viel Geld und Schmuck von meinen Kindern, von meiner Frau und von mir selber auch. Und ja, der sicherste Ort eigentlich, die Sparkasse bzw. Banken. Ne? 德国这间银行是第2到透早4点左右，消防警报咧等，才发现着贼偷。警方判断这个贼仔用大型落空机对金库的地下室夹壁挖开走入来，初步估计超过3000个保险箱互撬开，每一个保险箱的保险价值大约1万欧元，内底金银财宝拢互搬了了。 Der Vorstand war gestern Nachmittag vor Ort, hat dann sich das Ausmaß des Schadens angeschaut
Und wir haben feststellen können, dass über 90% der Schließfächer aufgebrochen worden sind. 警方调查看到的人甲监视器锁定作案的车辆已经展开追查。Nee, Audi RS6, Entschuldigung, der wohl geflohen sein soll aus der betroffenen Tiefgarage. Und dementsprechend gehen die Ermittlungen hinsichtlich dieses Fahrzeugs. In diesem Fahrzeug haben mehrere Personen gesessen, die auch maskiert sind. 有看到的人甲警方讲，顶礼拜有看到几名查甫人摕大型的袋仔出现伫附近停车场的楼梯间。警方表示，调查人员估计，调查头的物件拢总价值1000万到9000万欧元之间。德新社就报道讲，这案可能是德国有史以来上大的窃盗案之一。公司新闻5林北一。连接英国和法国首都的海底磅空，因为电缆压缩，致使跨国火车欧洲之星停驶。因为是伫咧跨年假期，也影响到几纳千位旅客行程。排队坐车煞袂当入去月台，看板顶面继续显示列车取消。伫法国的巴黎北站，抑个英国伦敦的圣帕克拉斯站，予旅客客满满。真侪人原底想要伫跨年尾旅行，也是去巴黎迪士尼度假，毋过计划煞拄长变化。We came for my 30th birthday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go back on the Eurostar, but everything's been cancelled. Unless you queued in a really long line to try and get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people on the desk, they weren't making very many announcements or anything. 英法海底磅空2到半暝，因为磅空内底高压电缆故障，全线停驶。3则透早欧洲磅空往回列车故障，吊伫磅空内底。这2站故障致使磅空的双向交通冻点。伦敦、巴黎、布鲁塞尔，也毋需要等的来回列车，抑个去巴黎迪士尼乐园的车帮拢受到影响。有乘客改坐飞轮机也是办体钱，毋过用注文好的饭店，抑个有飞轮机航班常常客满，互这段旅行的压力变大。I've been traveling normally by plane or by car, and it'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used the trains. And I have an Interrail ticket for senior people, and I was excited to find out how it works. And since I started in Zurich, I just had troubles with the reservations, with overbookings, with cancellations of the train. 磅空的营运商 GetLink 强调，这届故障只是技术的问题，并不是受到破坏。因表示，3早下晡4点，磅空会单线通车，暗时恢复双向的运作。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天气报你知，再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14度到22度，南部地区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外岛地区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燕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